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今日新闻头起先带大家来看股票的消息。受到美国的拖累，引起台股是对开盘就开始撤落，一路落无停。收盘当落596点，收伫咧13106点。落甲上界严重的是电子股，亲像台积电是一声就落36.5块，落超过8%。双十连假了后，台股开盘一路开价走价，规看起是拢青顺顺，或者股民大家是拢嗨惨。我是觉得说，大家假如说没有获利的，该停损还是要停损。那我是因为我做空很久了，所以我一点也没损失。拜二台股上尾收盘是大落596.25点，加在13100点整数的关卡有9条。不少电子股都正做这波台股落价重灾区，亲像人讲是护国神山的台积电，是大落36.5点，落个幅度超过8%，差一点落破400块。也若其他类股，包括机电股，落的幅度都超过5.75%。另外，亲像金融股、甲塑化股嘛，都超过2%。毋若台股大落，观察亚股大盘的行情，日经指数是落了更较吃力，大落714.86点，韩国综合落40.77点，香港恒生嘛大落超过400点，敢若有上海综合是起5.96点。美国呢，这个对于中国技术全面性的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阻碍，禁令因此呢，导致呢这个费半指数是呈现大跌破底的情况。那台积电呢首当其冲。那如果说美国股市没有办法止跌的话，那么大盘往13000大关来回撤的可能性，这个是不能排除的。现在台股当时的反弹转强，有分析师表示，台股短期内要是无稳定的局势，建议会当观察强势美金当时才会落。美国公债10年期殖利率当时的回落，这对资金回流新兴市场有利，带动台股反弹。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日国庆谈话，甲中国发声，讲倒请小战，绝对毋是两岸的选项，呼吁都爱和平共存。不过，中国的国台办是批评蔡总统肖像独立，搁伫咧双十的迄天派20外只战机来扰台。中国搁强调讲无要起诉。国防部长邱国正就抢倒转去，讲中国安尼无算起诉，到底什么会才算起诉咧？这款两边对峙局势是互人真烦恼，讲敢是真正要相战啊？邱国正就表示，这两岸的局势对假从来都无遮紧张过。两方继续对立，总统蔡英文国庆向中共发声，小战绝对毋是两方的议题。中国国台办批评蔡总统坚持两国论，强化以武无度，车闸国家是派出26架次强机扰台，4架强舰伫台海活动，也属于意思真高。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国军努力避免紧张情势，也反呛中共扰台才是假事。假如说他认为这不叫挑衅，那我就要问，那怎么样才叫挑衅？两岸情势的确很严峻啊！这我当初我接部长，我跟各位报告，我毕竟那么多年在军中服务这以前所未有的。那这我的个人看法。两方感情已经行到战争边缘，邱国正讲，两方情势严重，针对立委引用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指出两方爆发战争有51%认为中共会赢，显示民众对国军战略有疑虑。邱国正回应，民调只是参考，国军会做好准备工作，也对国军有信心。不过也需要补足所欠的兵力，互外界观察，并且延长期待。邱国正表示，年底会对外公告。台湾是自由、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以对岸寻求台海和平的方法，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往来。对于中国国台办要求回归9二共识，两方才会当对话沟通。苏贞昌表示，中国无了解台湾自由民主2300万人的凝聚力、加民主力量，表示蔡总统愿意找找双方会当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3点外，花莲外海是发生规模5.9的地震，这些民众是风害甲困袂起。气象局就表示，这2天内是真有可能会有地震尾。其实今年已经有55届规模超过5的地震，都有地质学者提醒讲，这个发生地震的地点的南平海峡，已经是过了10档无地震过啊，都要特别注意。受到国家警报警讯的声当地的亮，地震发生的时阵，徛过监视器录到规间厝拢伫海，狗也是惊一条紧走去觅。11透早3点24分，这件发生伫咧花莲外海的地震，规模5.9，全台湾拢有感受到。花莲和平感受到4级的震度是上大，
民众困困的嘛是拢加一条。啊，对起来看一下，有感觉到很大吗？有蛮久的。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分析，这届地动甲918地动无关系，是独立的地动序列，主要是菲律宾海板块探落后压大陆板块下底造成的。当地伫今年1月份嘛发生过规模6.0的地动，属于地动真正发生的区域。台湾已经进入地动活跳期，今年以来规模超过5个地动已经有55个。确实，从1月3号开始啊，我们讲1月3号开始。我就说，今年的地震活动，是可能还会持续相当的活跃。如果是在那个小区块里面，那陆陆续续发生的地震，其实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就是了，但是要担心的是，其实它的南边这个区块，在隔壁的日本，啊，同样它这个地震带会延伸到宫古岛这边去，日本在这边已经在10年前已经做完调查，他已经提出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海啸的潜势区。地质学家提醒，要注意的是，这届地动中心南平的海域，过去几十年来拢无地动记录，是连接宫古岛外海可能发生海啸的暂时区。呼吁伫地动活跳期，无论是陆地活动短暂的调查，或者是海底地动仪的部署，相关单位拢会更加积极，提早掌握高风险的区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41364例新冠本土病例，有36个人死亡。疫情中心是表示讲，疫情即马还佫伫咧高原期，毋过是伫咧会当控制范围内，所以讲防疫措施未佫缩严。这也代表讲，未禁伫咧店内食物件，未停班停课，放零管制方式卖继续实施。透早有大量民众按照预约时间来注疫苗，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昨开始，各地开放予18至49岁民众会使注。指挥中心统计，目前次世代还佫有255万剂存量，国内疫情还佫伫高原期，在伊佫新增加41364例本土个案，分布是以新北市7700外例上侪，台中5657例，高雄4392例，台北桃园各增加3900外例。确诊个案内底有36个人死亡，也新增加74件中重症。指挥中心分析，虽然疫情也佫伫高原波动，不过比顶礼拜同期有降低趋势。研判起来，现在还是在高原期的这个波动上面哈。那看起来，这2天看起来的这个病例数是有比上周的同一天是下降哈。那但是不是因为假日连假的这个因素，我们还要再观察。中国已经出现变异型病毒 BF.7， 美国感染 BF.7 嘛大幅度增加。专家预测，这可能是后一届全球流行的病毒株。指挥中心讲，目前咱国也未发现 BF.7， 但是 BA.5 的个案占比已经来到89.5%，接近90%。指挥中心讲，目前疫情也搁伫会当控制范围内，因为台湾伫 OECD 国家中确诊死亡率排名第6个，所以开放的脚步未停落来。我很确定的是，我们不会走回老路，不会再禁止内用，不会停班停课，管制人流，也不会边境严管，这些都是过去清零时代做的。我们从4月开始进入共存之后，我们在疫情可控之下，稳健一步一步的开放。指挥中心表示，台湾是比较较慢受到 BA.5 疫情侵袭的国家，目前也搁伫高原期，不过每礼拜致死死亡比率也搁伫下降，疫情也未转好。国家秋冬天来啊，防疫未使放零。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今日是开放自由行的旅客入境啊，只要有注3档日本认证疫苗，就会当去佚佗。所以今日桃园机场是有济人排队等要出境。不过日本迄边是无认证高端疫苗，除了会当赶紧补助来处理，嘛有观光业者推出补助 PCR 费用的方案，要来抢胜利。日本自由行解禁头一天，桃园机场出境大厅、报到柜台，也有汇兑柜台、保险柜台，透早客家站通通，真侪旅客抢伫第一波开放，前往日本自由行，每一个人的心情拢真期待。就算是很久没出国的感觉吧。所以就很期待啊！一公布就规划1个礼拜而已。过去还会不会担心啊？还好，因为都有打疫苗啊，然后口罩戴着，就跟可能心情就跟在台湾差不多吧。
根据移民署7月有报统计，桃园机场出境6831人，前往日本旅客1177位，占17.2%。另外，松山机场也有403位出发到日本，有1580位旅客飞往日本。针对主办3支疫苗都会当到日本自由行，不过国产高端无伫许可的名单内。都有旅宿业推出11月底进前预定东京5日4暝旅宿方案，专业负担3500块 PCR 费用，抢攻旅游市场。将近有100万的这个高端的这些施打的民众，他们这个族群呢，其实大部分都比较年轻，适合东京自由行的这个目标群众。经过2年外的边境管制了后，日本总算重新开放自由行加免签证入境，也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和旅游业感觉真期待。不过，针对高端无伫日本人口名单中，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外交部等相关单位已经积极透过真济管道，甲日本交涉中，期待日本会当有相关回应。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台湾灯会伫咧台北举办。台北市长郭文den就表示，这是台湾经过疫情国门开放了后，头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希望会当利用这个灯会，和台北的灯府搁再兴旺起来。原地郭文den嘛希望讲，大巨蛋会当成做其中一个灯区，不过大巨蛋的审查也未完成，无法度开放。舞者伫台顶跳舞，甲大荧幕的影像结合。台北市政府11举办记者会，宣传2023台湾灯会。市长郭文den表示，台湾灯会顶摆伫台北市举办，已经是23年前的代志。这摆阁是台湾经过疫情开国门了后第一个国际大型活动。过去办台湾灯会哦，在其他县市你知道哦。他就找一个几公顷的空地哦，就在上面办。可是台北市要找那个几公顷的空地哦来做，找不到。城市型的灯会，一个主灯嘛哦，6个副灯，大概300件的大的作品哦。期盼这一次的不管是参观的人次也好，国际旅客数也好，观光产值。都能够更胜以往。2023台湾灯会分做4个灯区，分布伫台北市东区、国父纪念馆、松山文创园区、甲树树南村。郭文den讲，要以灯会来振兴台北市东区。另外，伊原底希望大巨蛋也会使成做灯区，但是大巨蛋审照也未通过，无法度达成愿望。大巨蛋既然被挡住了，不过还是有4个展区还是。照样布展的，只是说中间那个动线会变得比较不好。审一个防火避难性审查，审到现在还没下来，从去年4月到现在有多久？1年半了吧。内政部表示，大巨蛋审照流程还在行，目前是消防署咧进行防火排烟项目的审查。另外，交通部11发新闻稿宣布，2024、2025年台湾灯会举办县市分别是台南市甲桃园市。记者郭文den随台北报道。代替今日举办通车100年的活动，推出小土团火车对中华出发，各卖纪念套票甲便当，就真侪人来逗留嘅。就是这嘟嘟2声，互所有的铁路迷规个拢热起来。代替为了庆祝海线通车100年，10月出动有国王称号的 DT668小汽火车，Q 纪光号车厢为中华出发，向一寡民众来坐甲翕相。很特别，会不会很兴奋？很兴奋啊！因为这种车子现在大一至少是蒸汽火车的运行，能够造成这一个在铁道文化资产上的一个传承，好，那吸引更多热爱铁道的这些人来搭乘。疫情了后的观光热代替赶紧行销，那 DT668小汽火车为中华出发到苗栗白沙屯接待马祖热车，沿路车站阁卖1000个海味特色便当，加海线5个木造站房多样的纪念套票。纪念套票是有5张月台票，也就是我们台北在海线有5个木造站房，开卖1个小时就全部都卖光了。暗过刷来10月13国境解封，入境无需要居家检疫。国内观光业界是烦恼个人规定拢出去，国内旅游市场颠倒会救起。学者认为无一定会安尼，应该是爱思考无共市场，政府加民间应该思考台湾的优势伫倒位，提高旅游品质。边境开放的话，其实是多的一个机会，就是国际观客可能会来到台湾啦。所以可能过去我们都经营国内的旅客，那现在可能就是说大家要来提高品质，
来经营国际的旅客，那也看说国际旅客喜欢台湾的什么特色我们要把它包装出来。黄正聪建议，包括铁路文化在内，咱台湾应该赶紧整理咱的旅游特色，排除所有入境消费的障碍，吸引全世界旅客，安尼才有法度伫疫情了后的旅游业找到好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罗西亚连接克里米亚大桥去互蹦登去。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点名讲，这就是乌克兰做的，去立功报复，是超过80粒的飞弹轰炸乌克兰的12座城市。这场空袭不是针对军事地区，所以讲受伤的侪拢是百姓。这阵乌克兰大规模停水停电，而且因为因国内已经无电通可用啊，所以乌克兰对欧洲的供电嘛拢暂停。乌克兰的路的听众真侪人惊吓的叫声，一栋大楼被飞弹轰炸，乌烟窜到天顶。俄羅斯吹在向乌克蘭人真侪城市射飛彈，美國講這是可怕攻擊，是戰爭以來規模上大的空襲。Zaporizhia, a major city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very close to the front lines, was hit. More than a dozen. BBC 记者连线到一半时阵，正听到飞弹从头壳顶飞过，苏拉基无远的所在就传出爆炸声音。基辅的大车路公园一个旅游景点，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田诺波尔，中部的第聂伯一个克列缅丘格，南部的扎波罗热加东部的哈尔科夫，拢被轰炸。几落千人米的防空壕，维护的走的拢已经倒伫咧路边，规涂骹拢全毁，消防人员救人也救火。大规模轰炸那造成重大伤亡，对欧洲的供电也中断，全国大停电。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и назем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объектам энергетики, во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связи Украины. В случае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попыток проведения на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ерактов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каких в этом сомнений. 乌克兰军事情报单位讲，俄罗斯的攻击令是12日吹就下达，以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甲人做城市做目标。总统泽伦斯基讲，这款攻击是挑工的。Україну неможливо залякати, тільки ще більше об'єднати. 2天前，连接克里米亚甲俄罗斯本土一条正重要的跨海大桥——克赤大桥，发生震惊全世界的爆炸事件。虽然乌克兰无承认犯案，也过高调伫咧庆祝，和克里姆林宫真无民主。另外，被俄罗斯也可能升悬局势。总统卢卡申科，并且也是普丁的盟友，指控乌克兰甲西方国家共同接回对白俄的攻击，已经下令伫咧乌克兰边境甲俄军联合部署。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轰炸造成一般民众死伤，国际社会看袂过，拢出声谴责。美国总统拜登即阵是答应讲会提供防空系统，甲乌克兰斗相共。这战争的局势会变甲这么严重，甲罗西亚利用公道食人土地有真大关系。联合国预计明仔就会表决谴责罗西亚食人土地案件，无意外会顺利通过。俄罗斯为了保护克里米亚大桥，互人崩歹去，对乌克兰展开最近上大范围的军事攻击，造成百姓伤亡。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普廷的残暴做法，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了后，答应会阁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俄国的攻击时机拄好是联合国大会讨论谴责俄罗斯并吞乌克兰国土的决议草案。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透过发言人表达谴责，乌克兰大使嘛批评俄国是恐怖分子。Russia has proven once again that it is a terrorist state that must be deterred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ways. 联合国70召开大会，以107票赞成为谴责俄罗斯并吞乌克兰4区的决议草案举行公开投票，敢若13个投反对票。俄罗斯进前提议，为了避免新国家的压力，谴责案应该用秘密投票。按过投票结果显然无咧插俄国的要求。而且通过谴责决议案的可能性真大，英国、波兰甲欧盟拢呼吁会员国借由投赞成票，表达对国际法甲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支持，也坚定联合国的威信。Today's discussion is about uphol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core principles of our organization. Not condemning the attempted annexation means weakening the UN Charter
and weakening the whole UN system. 联合国要伫12举行投票，7大工业国计划同一天举行会谈。泽伦斯基嘛受邀请出席，说明基辅伫防攻击了后重新进行。德国承诺会全力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并且会协助俄国遭受攻击了后的重建计划。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法国的能源大公司道达尔新劳工通会碰撞严重，要求要加薪水，工会发动罢工已经3礼拜啊。因为谈判是一直无法度进展，法国当地有1/3的加油站已经无油。另外，伫咧匈牙利，当地出名的崩坑浴场靠天然气下烧水营业，不过因为天然气已经伤过贵，根本都袂好，宣布无限期关门。加油站头前客运车辆驾驶要等真久，才会当互车加着油。Aujourd'hui, je m'aperçois qu'en faisant 4 stations, tout est hors service. Donc bon, j'espère pouvoir avoir la chance ici de mettre de l'essence. Là, regardez la queue qu'il y a, c'est pas possible. Comment vous voulez que les gens ils vont travailler? 柴油排队这款的情况已经继续1阵啊！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的劳工2礼拜前发起罢工，要求伫通膨甲公司获利的情况之下加薪10%。资方顶礼拜要求劳工登高谈判桌，也毋过前提是先暂停罢工。劳方认为这个举动未属历史，决定罢工至少继续到11，只是安尼做，互已经因为俄乌战争面临能源危机的法国更较严重。目前全法国已经有1/3的加油站面临欠油的情况，法国国内燃料产量也降6成。Le gouvernement prend sa part en mettant la pression pour que les négociations aboutissent au plus vite, mais il faut que les parties prenantes prennent leurs responsabilités. Les entreprises et les chefs d'entreprise concernés et les syndicats concernés, le blocage, ce n'est pas une façon de négocier. 镜头转到匈牙利，这座位伫匈牙利北部的东黑温泉浴场，同款因为油价升悬，连关起面临天劫的命运。A gázfelhasználásunk árnövekménye ebben a 3 hónapban, tehát október, november, december tekintetében 61 millió forint. Csak ez a 3 hónap. 东黑温泉浴场历史真久，早伫罗马时期进前，都游客来浸温泉，是当地真出名的浴场。最近这座浴场靠天然气加热，维持营地甲冬天的温度，也过去2年疫情冲击，已经互浴场了钱。即马佫面临通膨，佫较无力负担，业者只会当无奈决定找起浴场无限期的关起来。公司新闻邱婉莲编译。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上大党马来民族统一联盟，各方号做武统，想要家己一党掌权。党的领导人嘛是即卖首相沙比里就宣布讲要解散国会，想要利用新的国会大选摕到过半席次。反对党就批评讲，后国会选举拄好会拄到马来西亚大水雨季，这民众无方便去投票，质疑讲武统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操作选举的结果。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S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an Agong telah bertindak menurut budi bicara Baginda dengan memperkenankan permintaan saya supaya Parlimen ke-14 dibubarkan pada hari ini, Isnin 10 Oktober 2022。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国会解散了后60天内要重新举行大选，所以负责的选举委员会会伫1礼拜内开会讨论。美联社这个外电报道指出，可能的投票时间是11月初。不过，这会造成一个大问题，就是当年10月到反当年3月是东部地区的雨季，去年同一个时间雨季造成50人死亡。也有上万人无厝通住，被迫避难。在野党以及甲武统袂下的执政联盟其他小党批评武统想要操作选举时间，得到一党独占的地位。另外，捌领导武统担任首相超过20年的马哈迪，虽然伊已经97岁啊，也是想要伫政坛有一个地位。Di Langkawi, calonnya ialah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Tapi bukan sebagai calon bakal Perdana Menteri, calon sebagai wakil rakyat saja。马哈迪要代表伊创立的马来西亚祖国斗士党，这个小党伫2020年8月创立，目前222席的国会敢若4个席次。因甲其他党派要挑战的武统，马哈迪要担任最高领导人。这个将近100岁的政坛老将，一定会成为大选当中另外一个焦点话题。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通货膨胀加上薪水低，台湾的少年人日子是无好过。
立法院的报告指出，去年青连续军逐个月收入无满35000块的有6%。林益银行嘛指出讲，台湾的产业有2/3薪水拢算低。有学者就认为讲，头家辛劳咧讲薪水的时阵地位无对等，所以无论是制定上低工资法，也是起基本工资，效果拢袂好。学员甲线配好做测试，才阁互老师较认做指导。这几年有袂少少年人投入职业训练，希望有一个专长或者是考到证照，以后面试有法度甲人讲薪水。你有这个底子，那可能他们会愿意多给一点薪水。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零经验的，那我等于是我要从零开始又培养起一个人，那当然一开始可能就比较少。少年人转读或者是拼证照，主要的原因也是通货膨胀，加上薪水低的环境，互因的生存是愈来愈困难。根据立法院报告指出，去年青年族群的收入无甲35000块的人有65.51%。人力银行数据嘛显示，台湾薪水低的产业有甲2/3。平均月级比全体平均月级悬的产业是集中在半导体、软体网络、甲金融业等等。比较高的应该是也是做工程师，在南科，然后也有在私人公司。来这边之前，我是在国外工作过，然后那边的薪资很明显的会比这边还要再好一点。有人想办法提高薪水，有人选择降低生活成本。受到疫情影响，这2年就业市场嘛有改变。部分在北部吃头路的人讲，南部的薪水若袂歹，嘛愿意落南去做工课。为了改善薪水低的环境，民间团体呼吁政府，都要赶紧完成上低工资法的立法。行政院嘛伫明年调整基本月级，起到26400块，1点钟的薪水是会调到176块。不过学者认为帮助有限，因为根本的问题是伫劳资无对等。台湾的劳资关系上面是基本上以资方为主，劳方是偏弱势，所以呢，政府也在政策上面受资方的影响。要在谈薪资的时候，政府基本上要顾什么经济啊，又听到都是资方的说法。学者认为讲，在资方强势的情形之下，要改善薪水低的环境是真无简单。政府会当想办法，让薪水透明化，让私人的企业公开薪水的结果，而且做说明。不过，这个举动恐惊会引起企业的反弹，就看政府敢有才调来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昨双十节，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甲台北市长郭文德是做伙参加台北市府的升旗典礼。那历是拢批评黄珊珊靠市政府咧拼选战。蒋万安话是讲了搁较重，伊批评讲行政中立拢是公共的尔。登记绿营票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前进北投扫街拜票，对手无党籍黄珊珊车集，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同齐出席北市府升旗活动，也互拿了同齐批评是假成市府拼选战。我想也不到滥用行政资源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哈，不过确实是跟市府来往很密切。其实行政中立对黄副长来讲好像都是装饰品，但是市民朋友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北市三家都高展行政中立，黄珊珊回击，只要是市民拢会当参加升旗活动，将对外界放大检视亲民党宋楚瑜，到达有关无表态敢是小天。黄珊珊也不断反驳，这是调岗插座这一种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去讨论蒋孝严先生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帮蒋万安站台呢？为什么每天讨论宋主席？这件事情就是故意在炒作，故意要制造问题。随着选战卡步瓦近，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互出复选，但是拢表示韩国瑜有一定的吸引力，来台北参加竞选活动拢是良性竞争。黄珊珊认为韩国瑜要复选是天公地道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除了要选地方首长甲议员，阁有18岁公民权修宪的公投。今日是有民间团体甲一寡参选人站出来呼吁大家爱会记得去投票，让这个公投案会当顺利过关。如果他时常是和大家认知有冲突，如果他时常是被国民觉得说啊，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两件事情，它只是一个纸上的文字。那我想这样的宪法，它其实会失去它的神圣性。下党派的议员参选人坐斗阵，希望为年底18岁公民权的合决催票，因为若要通过这个修宪，需要965万票。希望各位长辈可以相信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是非常的有希望，非常的有能力，对于未来也非常的有想法，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我相信对台湾的未来只会更好。挺18，投同意；挺18，
投同意。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周玉平表示，全台湾还阁有53%的民众唔知影年底有修宪公投，所以因当咧扣钱进行宣传计划。那我们这一次募资的金额会总共有96.5万，我们整个社会也一起来透过这个募资计划来越过965万的门槛。那我们募集到这样的经费，会用在我们的公车、计程车、捷运站以及户外的看板广告。新民协9月底嘛发起捐扛棒停修宪的活动，有超过50个议员参选人甲6个县市长参选人参与，因会继续伫各地头清新宣传，嘛呼吁更较侪参选人做伙支持。记者林世豪、谢桂林台北报道。这个月初六，有民众去爬玉山东峰，却爬落山坎死亡。这个罹难者竟然是资深的登山家齐耀群，和登山界拢唔愿相信。直升机真着急，伫山坎西将受伤的人吊挂落山就近抢救，无奈将机会无力挽回。发生伫初六的这件遗憾的代志，有山友跋落山坎，头壳受伤不治，罹难者身份指出，也互登山界惊吓惋惜。咱日转来台湾，也拍算举办分享会，资深登山攀岩家齐耀群为面册就会当看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伊甲朋友小酒挑战爬玉山东峰，煞伫登顶过程出现意外。同行张姓领队通报，习姓山友在10月6号攀登东峰北壁时不慎滑落受伤，当救援人接触到坠落者时，已确认其没有生命迹象。有关注也讲，齐耀群行喺甲传统的路线无共，有一定的难度。深刻伊提出的登山安全计划等证明了后，才同意放行做攀岩训练。司法原因也爱厘清，也毋过有登山专家讲，伫玉山攀岩其实真危险。台湾高山的岩质非常的风化的严重，非常脆弱，它一定有它潜在的一些风险，不是你完全透过充分的准备就可以避免掉的。齐耀群作为攀岩选手，伫国外也摕到相关专业执照。毋过伫熟悉领袖出意外，就有登山专家推测，玉山岩站风化严重，就算做足准备，又还有真侪突发状况无法度掌握。记者综合报道。苗栗通宵白沙屯5分宫的王船桥，由于透早是送王烧王船，顶一届烧王船已经是30年前的代志啊，所以是地方的大代志。庙方就表示，这只王船起3档，我嘛会当为国家甲地方来祈福。庙方公路雷谷本扫甲甲王船因带到白沙屯渔港的南岸，今仔日是苗栗通宵白沙屯5分宫办烧王船送王的仪式，等各项物件拢串好势了后，就准备要放炮烧王船咯。现场烧王船的画面是真壮观，照传统礼俗来讲是袂当吵闹，也袂当走角的。信众爱伫咧心肝底心怀尊敬，甲王爷送别，安尼仪式才算完成。白沙屯5分宫的王船就办1礼拜，伫10月11透早烧王船办送王的仪式。厨艺啦，咱即摆现在就讲，即个从拜甲送走，好的甲收倒来。庙方讲，每10年会做一届福照，30年才会办一届王船照。这届新造的王船开3年的时间才完成，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民俗学者表示，王爷就代表瘟神，烧王船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甲传染病拢送好走。会伫今年举办，就是希望疫情会当转好。对于瘟疫跟传染病的一种恐惧如果地方流行瘟疫那不管是人的瘟疫或者是动物流行瘟疫，我们就会这个举行任务型的这一种就属于不定期的。学者林茂宪表示，烧王船也有无定期的，一般是为着特别的任务所举办，就要看地方的实际需求和民俗习惯。规个仪式甲一般庙会无共，禁忌较侪，除了爱用尊敬的心参与，也要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出名的景点安平古堡就要改名啊！文化部是通过审议，要甲古堡内底2个国定古迹合并，改名做热兰遮堡。有文书工作者就认为讲，是经过无共时代演变，才有安平古堡这个名。改做热兰遮堡，就只是描写其中一个时代意义。当地民众嘛认为讲，改名是无这个必要。这就是台南的安平古堡。前年因为附近邻家厝在改建的时阵，发现讲有其他的建筑遗迹，所以市府就甲文化部申请来做是整体性的国定古迹。
轮廓形状整个发现，好，那个尖尖角角的这个特征就跟我们这个重建图上面或者是历史图像上面看到的东北人堡的形状是一样的。原台湾城的遗构，那另外一个是热兰遮城的城垣及城内的建筑遗构。那其实大家听起来这个名称其实相当的拗口。为着要合并古迹，文化部文书局准备要将安平古堡改名做是热兰遮堡，但是文书工作者认为安平古堡经过荷兰郑成功和日本时代等等的历史时期，那改名就变作是专属荷兰时期呢。安平古堡是台湾古迹里面少数拥有荷兰、明郑、清代、日本时代跟民国战后民国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城堡对我们来说，它正在显现台湾文化是一个不断堆叠、不断这个拼图的过程。那是文书工作者有意见，就连在地人嘛无介认同要改名。我拢叫王城，都叫王城，然后到后来就叫安平古堡。自古以来就是安平古堡，啊，你即马个，搁咧改东改西。那是改名的问题，学者嘛讲，过去外界定定会甲古堡内底的尖塔掠准做是古迹，但是边仔的古城墙则是真正古迹。对这项问题，文化局讲，未来会结合尖塔啊，还有老城墙，营造出真正的古迹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头一位以戏剧研究当选中研院院士的学者詹永仪，张过身，才甲81岁。詹永仪一生是为着传统戏剧佮文化的推广甲发展来付出。佮为着京剧、昆曲、歌戏等等的类型，写几了10部剧本，对传统戏剧的发展是有真大贡献。以民主艺术做文化输出，谢谢部长给我这么大的荣宠。中研院士詹永仪在2020年得到团结金曲奖的特别奖，要表扬伊伫传统戏剧甲文化传承为台湾所带来重大贡献。不过，伊的影响力唔那安尼。为戏曲上面所做的理论书籍啊，是当今必须要的一个参考资料，也奠定了一些戏曲的一些声腔韵这些的创作的一个基础。詹永仪伫两化戏剧理论甲历史，也有各种传统戏剧研究，一生的著作丰富，嘛投入昆曲、京剧、歌戏的各种传统戏剧剧本创作、学术、艺术的贡献真大，是中研院头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戏剧院士。伊捌伫国内真侪间学校任职，嘛担任过海外真侪间大学客座教授甲访问学人，捌得到国家文艺奖这个奖项的肯定，所以传出70伫厝内过身，享年81岁消息，互一寡艺文人士真唔甘。老师辞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一句重话，没有曾老师的剧本，我想我们2位可能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成就。那是一个盛况空前，仿佛我们自己就是侯方域跟李香君的化身。我非常感念曾老师对于我们的提携。回想较早捌甲詹永仪老师合作的过程，两个老师嘛唔敢甲流目屎。公子韩非日若不染。尤其14你要举行的新作品《韩非律师人世红》，都是2年前要予詹永仪的接受戏，因为疫情延误到即嘛。因为过几工就要看到新作品啊，煞变作遗作，互人感觉真可惜。文化部嘛要请总统命令保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旧社国小有一个传统的皮胶戏社团，平常时除了教囡仔安怎操作，嘛鼓励囡仔亲手做戏红啊。希望学生透过皮胶戏，学晓安怎甲别人合作，做伙完成一出戏。他要是知道妈妈在天空中守护着我们。皮胶戏演出是愈看愈新鲜，来到戏台后一看，原来拢是学生人的，大家共心合作，演出是真成功。学生讲在过程中嘛学到团结的重要性。忙的时候就是有人会不注意前台。然后呢，没空的人有可能就在帮忙找戏友，是要灵机应变。然后比如说打结，就是要赶快用这个十字架，然后去穿它的线，然后才可以把那个绳子跟戏友的一些东西把它给解开。囡仔除了会晓演戏，皮胶戏的红仔嘛，拢是校长参老师一步一步甲教才做出来的。红仔若坏去，嘛得家己来修理。每一个学生经过训练。拢对家己更加充满自信。
参加皮影戏团可以让孩子们就是勇于发表，像是在对国语文方面朗读，还有像演说，他们能更有勇气的展现自己。我们希望以皮影戏为一个中心，然后导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进来。那透过这种方式，能够加深加广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触角。学校除了皮胶戏社团，有传统的人狮、甲客家歌谣等等。校长讲，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今仔日是国际查某囡仔日，长期推动国内艺术教育的红帽仔协会，和政府都要重视买袂起卫生棉的问题，伫咧学校内底免费提供。有民间团体举办互款查某囡仔特别奖，鼓励学生讲出性别不平等的所在。台北市伫今年3月推动逐月发票券来补助各中女学生免费兑换卫生棉。台南市嘛有免费提供弱势甲偏向女性的珍贵计划，不过伫台湾各县市也是有真侪过境散车情形。看到许多的女孩，她们其实是因为经期来的时候，家里没有办法提供，也没有办法让她去买，所以呢，她们很多都是用替代的卫生纸。垫厚一点。伫国际查某囡仔日即天，几内女性立委甲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引用苏格兰免费提供过境用品做例，呼吁政府应该建议伫学校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消毒过境散车。另外，国际扶轮社甲法治教育基金会嘛特别推动互款查某囡仔特别奖，鼓励学生重视性别平权，寻求生活内底性别不平等的记录，而且提出解决方案，奖金5000块。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竞赛活动，能够鼓励我们的参赛队伍一起来耕耘，一起来发现说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没有值得关心的两性平权的议题。法治教育基金会表示，因为5个特别奖的名额，参赛包含女性、男性嘛通参加。电文对即马开始到明年2月7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现代建筑物大部分拢是按本土起的，不过其实按本土厝是真高速小开，热人住起来心热翕翕。伊拉克的北部山区有一个小镇，大部分的厝拢是用石头啊起的，环保舒适有特色。这是伫伊拉克北部的山区，离首都巴格达差不多500公里远，一个叫做阿克雷的城镇。这个城镇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所有的厝、所有的建筑物，拢是用附近山顶的石花石所起的，无甲一间厝有用到空骨力。事实上，阿克雷是一个古城，自差不多2700年前，就有人住伫的这个所在。即嘛是伊拉克少数民族库德族的自治区。当地的居民讲，古早时代哪有啥物空骨力，拢是用石头起厝，这种传统一直维持到现代，拢无改变。结果，大家发现用石头起的厝，其实伫对抗目前极端气候的变化有真大的好处。يعني جدار البلوك احتمال 20 سنتي بس جدار الحجر 40 60 فهذا السمك يعزل الحرارة سواء بالصيف أو بالشتاء。今年热天，全球真侪所在拢拄着小影，伊拉克嘛同款。但是伫阿克雷这个所在，虽然室外温度有升悬到40度，但是若行入去厝内，就完全袂感觉热，根本无需要用到冷气。而且用石头起的厝，真有文化的特色，所以吸引侪观光客来遮佚佗。敢若今年1月到3月，都有超过170万人来这个小城镇观光。事实上，自10几年前开始，当地政府就鼓励大家拢莫用空骨力来起厝，互阿克雷变做一个完全无空骨力的城镇。درجة جرموي زور بلندكت أفش ما أجرك كو بوبارستنا وان هردو بابات ما أماجة بكري جينجه و تلور ساريزا كفنا باجر آكري ما أف بينجا وهافتينو أم هاري كاريا وان تاخد كين كو بشوازي بنا أفكرن。真侪建筑专家拢表示，空骨力伫生产的过程会增加真侪碳排放量，其实是非常无环保的一种建筑材料。所以专家建议，若是要保护环境，应该就要为即马开始大大减少用空骨力来起厝，才是上好的选择。记者感恩恁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6度。
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28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